我的帮咱对答落来，我的帮咱是对耶和华来以创造天地，伊无要互你的脚错，保守你的脚看，保守失个也无不明也无亏，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面做你的阴影，即是太阳无伤你，免是假也无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灾害。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即时到永远。是咱请现贵先生。因为中山运动呢，
是有数人的有数力来追求这个 justice 上 radical 的这个做法，也就是大家不认为啊，意思是党内思想这个中代表，迄个道的团是反对现实，是一种无偌清楚的迄款要分配，要重新分配迄款思想，迄款思想真强，几啊代互人压迫的种要甲你摕来分啊。所以共产运动伊会开始会安尼一火一烧，伊是代表人类去追求公义一个上激烈的一个手段。但是因为伊无考虑伊本来啊就有部分无考虑甲你以后的需要，你若拢介细啊，你老爸死，伊拢无甲你考虑这个，所以伊是种假的，一种无人的 justice， 我这么讲出来。啊，迄款袂久的，是安怎？伊分了了外面啊，迄是较早是经典。革命起来了，伊是里面，无人做基础公义，是假公义。啊，即嘛要讲起伫遮世界当中人会安尼牺牲安尼看到的，就是共产党家己个。啊，其实伊要斗志，但是。迄款无啥清楚款，迄款公义中间会绕。所以比较大的团相关，毋是甲公益是会绕，按合作会。啊，来共产社会，讲伊做差电是电内底的爱迄地方除掉，早期革命的时候，就咱有国家因必须落来无迄个落开始，啊无落就是要讲大家 justice， 是足通歹个。所以像咱倒来讲，这道的团，保罗的团，咱的道的团，基本上是福音是真理，啊，当然就是，这是让这个合起来。这块合起来的物件，咱要讲历史定位，历史因为保罗的历史定位，即卖人拢叫做历史。历史定位就是讲，伊的改变历史。创造的是国文力量，还3年前领导做起来，所以保罗的这个传福音这个做法，实在是改变历史，啊，有创造历史。伊改变真大，伊家己太老改变真大，迄是因为伊家己太老，超级太老，毋知变做哪样。伊本身创设出了基督教，这改变了，所以改变规个生命的文明，改变整个人类历史，人类历史3000年来底，基督教影响2000年，这2000年是好一个。保罗本身是一个太教的人，但是犹太人是怕种。犹太人细个怕种，最近咱伫美国看到真济迄个对苏联解体以后来到美国遮，伊叫Russian Jew， 嘿，Russian Jew 是含美国遮本来犹太人无话讲呢，无讲话呢，因彼此去无共款的新教。啊！伫美国遮
罗咧就是有个无共诶，是犹太人是800种，非洲嘛有一种犹太人，嘛含其他犹太人拢无会通讲。保罗本身毋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保罗伊本身是出世 ，OK， 这是耶路撒冷，这是犹太，你去到转来尔，细仔尔，像你就是安尼啦，也是犹太人搞本尔。搁500就是叙利亚，对无？叙利亚过国啊，搁500，然后搁5家叫做基利家、基利家，啊，塔索斯基家，塔索斯已经接近去，已经去亚细亚麦小亚细亚，过去就是马其顿、马其顿，过去就是埃及啦，过去就是伊甸啊。保罗是遐出世的人，伊毋知是2世还是3世还是几世。保罗是外国人啊！这头前咱头脑爱变。保罗毋是，保罗毋是像咱伫台湾出世来遮来，像咱囝出世美国的，迄款的人。所以。咱印象亲像保罗就是伫耶路撒冷，有咱两只地点读着讲，耶稣保罗是伫耶路撒冷读册，是教咱的学生等等。这句话即摆圣经学者你发现，可能是错误。伊含咱遮囡仔两款人，介少转去台湾，伫台湾拢无朋友，伊老师嘛是伫台湾，伊嘛是台大毕业，不伊台较早捌落啥物成功国家，伊拢无听。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干嘛的学生？因为保罗伊家己讲一间开，伊的活动拢是伫史利西亚，史利西亚是英文的讲法，拉丁文叫做基利亚，叫法叫做基利家，所以汉文话的提分区是这个。迄是伫乱的地区，后生的时候，保罗讲，伊出世伫遐，伊无甲你讲老爸啊、老母啊、阿公，毋知是伫遐出世，但几代伫遐呢？保罗伊家己嘛讲，犹太地哦，迄台湾啊、台北啊、高雄啊，遐人拢毋捌看。伊安尼甲你讲犹太地，耶路撒冷的人拢毋捌看过。伊甲你讲，伊信主以后，伊伫对信，伊伫美国信主的啦。伊伫史利西亚、基利家遐信主，伊信主了后，才像咱的囡仔转去耶路撒冷就无信啦，就无信。甲古早到尾啊人，伊敢若见过啥物啦？见过耶稣的小弟雅各。是那种问题，所以保罗这个人要三个是呀，伊本来就是外国人，我是不要带外国人，所以出世的所在是已经为你去了后三年，佮就北经过一个国家叙利亚，佮北入去亚细亚麦，佮入到史利西亚。已经是附近伫马其顿了，马其顿已经附近了，所以保罗是活伫遐，几日来活遐，安尼你就知影是安怎对外别人过来。伊对了，咱就无会讲啊，咱囡仔等于逐个不要讲台语，伊差不多是安尼。无奇怪哦，因为我别人无要甲啥物人。
害受了影响，像咱外面美国是美国遮影响，咱半代尔受安尼影响，搁咱的囝你甲看卖。所以受这个马斯多利啊，已经接近去马其顿，已经接近爱琴海、希腊遐影响。啊，迄个时呢，希腊文化已经有300对普雷多、亚里士多德，佮到苏格拉底，你看伊是怎样？迄个是希腊是城邦，城邦呢就是安尼联合的无共，啊不安尼联合的，这叫做 syncretism。所以，伊是受迄款的，但是我总合起来，这款的思想哦，根深蒂固的起来。这大物件我甲总合起来，无共买咱甲合起来，这款的 syncretism， 迄个思想呢，根深蒂固的保罗心内，讲到保罗要思考的一个基本的逻辑，甲有思到拍。咱印象讲保罗是亚里士多德实验派做，伊根本就干这个啊！伊咱有这个印象是因为讲伊要害教会，啊，咱就想讲，伊和亚里士多德有关的，其实伊和亚里士多德非常的有关的。伊无代表迄款的实验派，实验派就是拢袂简单。保罗活的所在是一种 elusive， 足流动的。保罗的思想充满了流动性甲安定性，所以你会改。早期保罗信仰是充满迄款的流动性以及迄个不稳定性。所以保罗是先把遥远所在的犹太人，当然，伊也阁保持真济的犹太人，比咱较好，伊保持台湾，像无保持台湾，伊有保持甲亚里士多德迄个古老的，迄个经典，迄个古老，迄个宗教的关系啦，啊，伊嘛对遐个这个关系啊。本来伊就伫外邦叛国，要为信仰所的是伫外邦叛国。伊伫外邦，迄个犹太人，今仔日咱无想讲犹太人拢是犹太人。介济今仔日纽约犹太人会甲伊讲，我是 non-religious Jew。什么人产生的？没有靠近。没有靠近，伊就是咱瑞丽就是酒啊。所以你有在这真侪太高，真批评啊。所以因甘愿伊死的是伊蒙白讲，我的老爸是犹太人，我老母是犹太人，我的是犹太人，我死的是犹太人，安尼写。伊死去搁对啊，因为犹太人伊咧拼。没有靠近蒙白不写，我唔知影。我听就无出一下，所以伫迄个马其顿尼亚爱情海了，真济犹太人为遐耍，叫做Jewish diaspora， 四散地带，真济已经无伫信仰撒冷犹太教，伊伫遐遮犹太人传亚里士多德迄款犹太教，所以伫迄个解决伫遐无信仰教遐犹太人，迄是一个马奇，那保罗这个团，佮另外一种人这个团，都，基督徒嘛是你干这个犹太人，你懂？啊，所以保罗这团伫外邦传道的时候，伊的对手是啥？因平平对象拢是遐 non-religious。四川海外犹太人，几啊万还是几啊十万，保罗伫遮要甲传迄个
耶路撒冷迄款犹太教，另外一群人伫遐要甲这群人传基督教，因两个是互相竞争的。阿波罗大概是我要解传，你嘛要解传。阿波罗想来想去讲，我可以甲你牵啊，正在做生意，别解基督教。他就可以啊，甲你修理，最主要是定去耶路撒冷，摕到什么大票啊？要去外邦迫害遐基督教，因为因是互相竞争。基督教是早是保罗团的对手。也说起来，保罗到尾就变成迫害的对手。保罗迫害基督教，变做伊接触基督教，变做伊去研究基督教，变做伊去了解基督教，都会家己才变做基督教。问题是这三千安尼来，这个过程哦，这个过程是介济年啊，伊那2、3年，伊那比赛。毋是亲像咱读书的人讲，买甲安尼活来，像会改，这个会改过程，可能是真早伊保罗时代都有所怀疑啊。这保罗是安尼，保罗早期甲耶路撒冷迄套摕去外邦去传，伊就拄着问题啊，伊毋知影要怎解决。你要甲外邦这人传道的时候，无论外邦犹太人还是犹太人接触你要甲传犹太教。你要安怎来传犹太教？有个人应该割礼啊，细汉就爱割包皮啊，伊怎大汉你要掠来家己死咧掠，割包皮互你割哦。啊，如果譬如讲袂当一切迄款诶，袂当有无难诶物件，拢袂当食，爱照耶路撒冷遐落法啦。你若甲大人讲，你若信犹太教，有难的物件，无难的物件，拢袂当食。你是讲我袂当食无哪记啊？你怎啊歪信啊？犹太人有这样歪，犹太教的人有这样歪。所以保罗就讲，这套就袂通的嘛。所以心内真久要将犹太教传入海外犹太人以及遐外邦的犹太人，外邦的人，伊就感觉这自爱，这袂通，这袂通，这无可能。但是伊毋知影要安怎解决，但是已经找到，伊知影拢无solution。啊，然后伊为着要向伊对手，就是基督教嘅传道对手，去接触基督教。去研究基督教，去了解基督教，去变做基督教，才发现咧基督教都是传入外邦的 solution， 伊一家找这个 solution。伊一家找到这个 solution 以后，伊的历史观就变，所以耶稣基督就是 solution。安尼甲耶稣基督变成在犹太人，伊都徛伫历史错误。迄方，伊就看保罗的历程内底，这点讲起。所以开始保罗就强烈对犹太教提出批判。其实伊早就想要安尼做，伊早就看出耶路撒冷的犹太教甲希腊世界、甲外邦的世界迄个矛盾，不过伊无找到迄个解决方法。当伊了解基督教，了解伊对手以后，发现伊对手有方法，伊无。
伊用伊对手就是用这道方法，到这来天天伊太高，当下配合伊个法，落。伊讲这个律法呢，要达到三个时期无效，所以证明这个犹太律法的无效性。有效无效，你对你就袂当律法叫外邦讲快干咧，也是讲袂当食麻嘛。你这一做这伊拢袂通的嘛，嘛袂当讲有时干咧，佮食麻药，伊就感觉会当升天，伊就无甲你想安尼嘛。所以开始伊就将犹太律法的无效性提出来，无效性提出来，变做经典，都要通过信仰所废死。因为是来请做题，因为是行律法来请做题，所以请做题就是讲因信称义，就是因为是，你就称义，就是讲就做对，做对安尼，袂当讲因为是行律法，就是对安尼意思。对的意思就是讲对受着三百姓意思，所以通过律法啊，当行过三百姓，这条路可能改变化改造的，爱通过信，离开后顺呢。因为是来请做伊，罗马第3章1到2节，就是讲这。所以保罗加做外邦的福音，个个都是伫遮。这个人知影这个福音，拄啊开始要对几百年以前伊都无传出来，拢伫这个。以色列人的小圈圈内面，伊安怎开始安尼布印出来对外邦去？这段过程安尼大家了解，安尼慢慢，到罗马谈到北边叫做800年，安叫做萨斯，谈到英国谈到加拿大谈到马街谈到台。格力，到了第9项，主要咧是讲伊这个马街这部分的出现。这条诗真难有英文的，有台语的写名的。其实我差不多10几岁的时候就知影这迄是未了感受。我算做是读马街所写的学校的人，马街的房吼是少的，伫学校内底，对高中的学生少的是不好，爬就爬起啊，我拢嘛爬过去。迄个时阵咱知影讲伊要种伫迄个听着海影的所在，伊个袂伫个顶仔影的下，咱知影安尼。敢是无情？敢咱知影讲这诗情画意安尼，唔知影。最近马街这首诗呢，比台语唱到更多的诗，我听是每一遍我有安尼深深的感受。这首诗小我简单讲起是讲，我专心所听受的台湾啊，我一生的青春拢献予你。我专心所听受的台湾啊，我一生的喜乐拢伫遮。我心袂当挂离，袂当挂离开的台湾啊，我一生拢献予你。我心袂当挂离的台湾啊，我一世人的喜乐拢伫遮。用间多写我要伫遐里互无煞。过来讲，我人生的煞尾站，伫大雁拍花的险声中，大雁拍花雁安尼，伊讲伊人生的上尾站行的时候，边仔一个身份。为了音乐来配，迄音乐是迄个海洋去拍爱大声，伫热闹。但囡仔读
做德行啦。伫德南主理，伫德南摇动的应用来，我找着永远主体，徛家自家人。这个我叫做永远主体，永远主家答案，一直伫唱。啊，我因为我要敲电话，我来做讲这你讲摕这个政治的版本来。阮海外其实拢唱这个离开来，离开来是把这个作家，有4、5版本。因为阮这是水电工的 member， 都是福尔摩沙所创办的 member， 所以去找个紧嘛，所以就咱才来唱。伊讲你要摕去唱，我摕来我口会唱。哎呦，阮口会拢无啥去唱这呢，我啥去唱一大块，我普通人去唱啊，普通人去唱。我口会现在无唱这，知，讲内底拢无讲耶稣，无讲上帝。哎，咱不一样。这妈咪这种诗内底拢无讲耶稣，无讲上帝。啊，因为安尼外口人才敢唱，才会晓唱。外口人若唱着讲耶稣，伊就爱唱啊。啊！你台湾囡仔、台湾的社团哦，若唱过这个歌团，也拢无共款。我专心所听小的台湾啊，我一生的前途拢献无你。这是政治人版本，像人你讲我不要唱我，我袂使。我专心所听小的。我一生的前程拢献乎你，我专心所听小的台湾啊，我一生的喜乐拢伫这。永远跳不了讲，我人生的山会长，地大的爬的阳。我前段的时间是天同时在那里海，特别我是这个时候。
花落好少，倒面海水，几啊面海水一直起来，顺无正啊，根本太重啦，天我给个刷倒去。你我规日有听海洋炮的声，你敢知海洋炮的声是啥？我想介少人唱，我敢是来唱。海洋炮的声是。这什么声？这是传过的声。我迄时我就感受着，台湾是一个活命的台湾的传过。台湾是我的，台湾是个村子，就哪该到上尾的时候，伊开无喘的时候，伊变做台湾的川客，安尼你知无？你看伊听台湾台，所以等于讲，我人生的所谓总一段。我变做台湾的川客，我即马是安尼想，顶哪有人会应来？你看影，我也有叮当，马该是我袂叮当啊，个人会叮当，亲像台湾的地方咁款，过来无开啊，要亲像台湾的川客，过来会叮当，要亲像台湾的地方。我10几岁就知影这个，拢唔知影啥物。因为我今仔甲因讲，大雁拍危险啥，伊要惊伊前一场，听着台湾的传开啊。每一个台湾人，这就是用来见笑的。对惭愧，就是道理。对保罗时代传递归耶路撒冷，用听，甲用影响，教台湾，教你教我。迄路就算会出来，就团，要说恁团，恁就去啊，团恁北部去，啊，西了过去以后，就团在亚细亚买，伊就要到伊就要行到罗马就团在北这800年，咱去杀神，咱去算团去英国，团去加拿大就团来台湾啊，这样。这个保罗讲是绝对上帝，咱嘛是讲真正对上帝来，当时来祈祷。基本献身的这个
台语文的这个福音的传道，我望讲这个福音要传到台湾人，有一个好个会通的这个媒介吼，来做这个工具安尼。唔知用偌济年，也是几啊十年的时间去啊吼，咱替伊的好水的时间来祈祷。世间的老爸，也有偌济，我都从家己几个囝抱我来，就你当甲阮靠我来，现在迄个真理，迄个听，绝对是非常非常